月亮代表我的心。好，大家好，喺度咧預祝大家咧中秋節快樂啊，同埋人月兩團圓啊，最緊要係咁啊！今日咧我哋要預早同大家咧慶祝呢個中秋節啦，咁啊仲有一個星期到就已經係中秋節啦。咁啊喺度咧特登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下啦，因為呢個咧有個客係啦，咁啊其中個老闆啦，咁啊送咗一盒月餅俾我啦，咁啊咁啱咧我睇到咧呢個低糖良方，應該大家睇得清楚啦，係啦，咁啊咁啱呢間公司咧，我又認識嘅個老闆都係，咁啊所以我就特登係介紹下，咁啊純粹係做一個分享啦，冇任何推廣費啊，咁啊簡單啲嚟講咧，我呢一隻啦，呢一盒咧，手頭上咧就係呢個叫做低糖嘅流心奶黃月餅，係啦，咁啊佢一共出咗3款嘅，其中呢盒就係流心奶黃啦，另外咧就係呢個低糖白蓮蓉啦，同埋呢一個低糖嘅純素15年嘅陳皮紅豆月餅嘅，咁啊其實3隻口味我都想試下，因為不過咧大家就好擔心啦，咦食咁多月餅係咪真係會好唔健康咧？咁啊點解要推介呢？因為呢，佢就係因為注明咗低糖啦，同埋佢冇添加糖嘅。咁啊，基本上你係有血糖問題好，又或者做緊一個體重管理，好似我呢啲想減肥啊、想減肥嗰啲係叫做係啦。咁啊，同埋關注自己健康嘅，想食低糖嘅產品呢，亦都可以係試用呢啲。咁啊，因為佢哋嘅產品都非常之健康噶啦。除咗你話月餅之外呢，其實仲有其他產品嘅，包括咗好多佢哋出朱古力都有啊。朱古力都可以低糖啊，但係你食落去唔似係唔甜喎，即係有嗰種朱古力甜味，但係呢，佢係健康嘅朱古力，所以係我都經常買俾個小朋友啦，啲橡皮糖啊，仲有嗰啲，咁啊，同埋有一隻我經常買嘅呢，就係嗰隻叫做非洲，好似叫帝王茶，咁啊，基本上呢，我瞓得唔係好冧啦，瞓得差啦，咁啊，所以咧，有一段時間咧，我隻頭基本上瞓唔着嘅，我都會特登咧就買呢隻茶咧去飲啊，咁啊，飲完之後咧，就算夜晚飲，夜晚飲茶，好多人瞓唔着啦，但係飲完佢之後咧，其實就反而瞓得冧咗啦，瞓得睡眠成個人精神咗嘅，咁啊，所以都極力大家可以去佢哋嘅網站望一望，叫做低糖良方啦。咁啊，如果大家係即係有任何疑問都好啦，其實可以係WhatsApp 我啦，微信我啦，甚至係喺留言區係啦，留言區嗰度查詢翻。咁啊，想要多啲資料產品嘅資訊咧，亦都可以上翻佢哋嘅網站係啦，官方網站亦都可以睇得到噶啦。咁啊，今日分享就係咁多先，下次再同大家見面，拜拜。我的愛不變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